喺電腦上列印文件嘅時候，如出現印有 PCL XL error 嘅報錯文件，呢個時候可以嘗試更改頁面描述語言。以 Windows 11為例，先點按開始，點按設定，進入藍牙語裝置，選擇印表機與掃描器，點按目標印表機，點按印表機內容，切換到裝置設定分頁，點按預覽影像內嘅 PCL、XL 或者 PTL 按鈕，點按可用的語言清單切換其他語言，本例子選擇 KPDL， 點按確定，再按確定完成設定。如出現 PCL XL error 嘅報錯係以 Acrobat Reader 列印 PDF， 可以嘗試另一方法設置，先點按進入 Acrobat Reader 嘅列印界面，點按 Advanced， 剔選 Print as Image， 點按 OK， 再按 Print 列印文件。另外，亦都有可能因其他兼容問題或者驅動程式損壞而導致報錯，可於官方網站下載最新嘅驅動程式並重新安裝。驅動程式嘅安裝方法可以參考有關影片內容。如以上方法都未能夠改善狀況，請聯絡維修部安排預約上門檢查同維修。